好睇一睇啦，起跑之後呢，就呢場呢，就日本選手就唔同頭先啦，哇！喳一聲追咗上去第4線嘅印度選手啦，同頭先完全唔同啊！咁呢組呢，就佢快啦，睇嚟暫時呢，佢第一個上欄嘅，因為而家大家睇嘅角度呢，就似乎係好似外線我哋中國香港唐柏軒領先啦，但係因為仲有一個彎道嘅關係呢，過埋呢個彎一出彎呢，就相信日本選手後藤大樹呢，就已經過晒㗎啦。啱啱停咗步，唐柏軒轉咗17步喎，佢一路都頭200即係15步，而家轉咗17步。哇！呢個大超班真係犀利啊！應該可以收步翻嚟，佢望一望後邊先得㗎。睇下反而2、3、4咧爭得好緊要，爭嗰個大 Q 嘅資格。咁啊，印度咧就係第4線嘅，跟住外線斯里蘭卡同埋新加坡。新加坡選手應該有機會第3，睇下壓線啦。啱啱好喎。哇！50秒8啦，真唔係浪得虛名啊！歷代第2。臨尾收咗步。大 Q 嘅資格。咁啊，印度咧就係第4線嘅，跟住外線斯里蘭卡同埋新加坡。新加坡選手應該有機會第3，睇下壓線啦。啱啱好喎。哇！50秒8啦，真唔係浪得虛名啊！歷代第2。咧係較為年青嘅第一個出場嘅張澤熙啦。直播聽條。